好，今日嚟到淘多多總店，同大家睇下呢期有啲咩抵買嘢先。裝好正，呢部電腦最正㗎啦！呢個咧就係講緊華為筆記本嘅手提電腦，12GB RAM 256GB 內置。咁呢部最正㗎啦！點解話正咧？嗱，好簡單。咁配置就呢度可以望望啦，配置呢一度望望啦。攞出嚟俾你睇睇。呢度咧好簡單，嗱12GB RAM 啦，咁另外咧就直接咧。Intel 西河王啦 ，N4120 CPU 12GB RAM， 咁另外咧 System Type 就64GB Operation System， 咁另外咧有 Touch Screen 嘅，有 Touch Screen 嘅，仲可以點樣玩咧？仲可以咁樣摺疊當喺度咧，可以當平板用都得。OK， 咁我哋呢最主要咧，其實咧佢流暢度唔差嘅。咁另外咧呢部咧係 Windows 10嚟嘅，咁最緊要咧。篤落去，撳落去，全部就可以玩到噶啦。咁我哋呢度咧會幫你搞啲咩咧？基本上咧其實好簡單 ，YouTube、Google、Office， 咁會幫你搞晒噶啦。咁仲可以咧咁樣晾喺度睇。咁期間就係講緊咧好簡單，呢度有個獅頭啦。咁獅頭好簡單，因為我哋會跟一隻牛俾你嘅，就插呢度。咁如果唔中意用牛叉嘅話，就可以用手提電話啲快充嘅充電線，篤呢度就可以插到噶啦。咁另外咧就有埋個 USB 頭啦，咁另外有埋 TF 卡啦 ，TF 卡就插呢邊，咁TF 卡咧就最高支援就1TB， 咁呢個咧就可以插有嗰啲叫做手指啦，咁有線滑鼠又得啦，甚至乎手寫板都得嘅，咁開關呢度啦，最重要個 mon 咧靚嘅，唔係差嘅質素，望下就知噶啦，啱嘅攞部試部啊！一出邊買咧，其實我自己屋企買，講真都萬幾蚊。呢部咧最難得就係12+256，平過你買部電話。如果啱嘅話咧，就喺呢度門口嗰度買部啦。再撳一次可以影一影呢個個 stand 啊。OK。1280蚊，限量10部啫，賣晒冇噶啦，唔翻貨噶啦。新冠檢測6合1病毒檢測試盒15蚊一盒，50蚊有4盒做緊特價優惠可以 check 到新冠病毒啦、甲型流感、乙型流感、腺病毒、呼吸道嘅感染啦，跟住然後肺炎支原體都可以㗎，6合1做緊特價優惠50蚊4盒，50蚊4盒15蚊一盒咋，6合1病毒檢測試盒有需要嘅就買翻屋企，有需要嘅時候就可以用啦。新冠檢測盒、測試盒6合1，做特價做優惠15蚊一盒，50蚊4盒有效期去到2027年嘅5月8號5月8號可以檢測到新冠病毒啦、甲型流感、乙型流感啦、腺病毒啦、呼吸道感染嗰啲病毒啦、肺炎支原體啦，6合1嘅病毒測試盒15蚊一盒，50蚊有4盒做特價做優惠超級抵我哋仲有呢個家用嘅淨水壺，做緊特價38蚊，已經有4個 filter 俾你可以用足3個月用足3個月網上面賣緊人仔150幾蚊，我哋做緊特價優惠38蚊港紙就買到啦，用足4個月超級抵，超級優惠家用嘅濾水壺送4個 filter 俾你，都係講緊38蚊，用足3個幾月網上面賣緊150幾蚊人民幣我哋賣38蚊港紙一模一樣嘅嘢，一模一樣嘅款一模一樣嘅送埋一模一樣嘅嘢俾你。我哋賣38蚊，人哋賣150幾蚊人仔超級抵，超級優惠我哋嘅鋰電4寸風扇68蚊送1嚿鋰電，1個火牛，1個風扇。充一次電可以用足4個鐘，充一次電可以用足4個鐘啱
就攞翻個夠大風，時間又可以夠長啊！充一次電可以用4個鐘啊！4寸風扇，你電4寸風扇啊！成嚿俾埋你嘅，係啦，成嚿俾埋你，有埋火牛啦，有埋鋰電啦。我自己都買咗一個，真係 OK 啊！喂，埋嚟睇下，埋嚟揀下啦嚇，好多特價優惠啊！我哋嘅摺疊式電蚊拍嚇，25蚊咋嚇，25蚊啊！啱我攞翻個啦，可以摺埋㗎，仲可以摺埋㗎，25蚊咋，超級抵啊！啱啊，埋嚟睇，埋嚟揀啊！啱我攞翻個啦，摺疊式嘅電蚊拍。兩嚿差別。我哋嘅滅蚊燈啊，做緊特價優惠，有2種光俾你嘅，紫光同埋橙光。仲有就係可以充一次電，可以用足大半日有得啊！充一次電用足大半日有得啊！啱我攞去啦，超級抵，超級優惠啊！48蚊嘅滅蚊燈，佢有2種光俾你選擇，紫色光同埋橙色光。仲有就係充一次電可以用足大半日有得。充住電用又得，充完電用又得，係啦，隨便你攞住去邊度都可以啊！呢款有雙咪嘅藍牙音箱咧，而家都係賣緊99蚊，已經有一個，啱晒攞嚟唱 K 用。另外呢款大個嘅座台風扇，而家都係賣緊80蚊。呢款啱晒用嚟放喺台度用，或者夾喺嗰啲 BB 車上面用嘅夾子風扇咧，而家都係賣緊28蚊有一個。仲可以調校埋角度嘅添，而家都係賣緊28蚊。另外呢款幻彩燈光嘅藍牙喇叭，而家就賣緊50蚊，已經有一個。呢款保溫嘅摺疊車仔，而家都係賣緊38蚊。呢款摸落去好舒服嘅，一包有8條嘅清潔抹布，而家都係賣緊6蚊有一包。另外呢款一包裏面有5條嘅清潔抹布，而家都係賣緊6蚊有一包。呢款大對着得好舒服嘅拖鞋，而家都賣15蚊。有黑白色2款式嘅。呢款一包裏面有80片嘅消毒濕紙巾，而家都賣緊4蚊有一包。呢款一條裏面有4包嘅抽紙，而家都係賣緊12蚊。
另外呢款複合料理嘅奶鍋，而家都係賣緊25蚊。另外呢款26cm 嘅韓國麥飯石煎鍋，而家都賣30蚊。呢款懶人電腦台而家都係賣18蚊。另外呢款一排裡面有12包嘅紙巾，而家都係賣緊8蚊。呢款一盒裡面有10支嘅牙刷，而家都係賣緊8蚊。呢款一盒裡面有3個嘅真空保鮮盒，而家都係賣緊20蚊。呢款用鋰電池手持嘅螺絲批，而家都係賣25蚊一個。呢款超大支嘅御茶園嘅冷山茶，而家都係賣7蚊有一支。呢款一套裡面有6件嘅刀具套裝，而家都係賣緊28蚊。呢款全自動嘅攪拌杯，而家都係賣緊20蚊。呢款綠茶，而家都係賣緊15蚊有一包。多款味道嘅會衣留香珠，而家都係賣10蚊有一支。呢款大張嘅冷氣被，而家都係賣緊60蚊。另外呢款運動水樽，而家都係賣緊10蚊有一個。呢款四四方方嘅藍牙喇叭，而家都係賣緊20蚊。呢款插卡款嘅藍牙收音機，而家都係賣緊30蚊。好喺樓上一層咧，見到有多款嘅手提風扇可以俾大家揀，啱使嘅朋友你自己嚟呢度睇下啦。
呢款摺疊式嘅冰感風扇而家都係賣緊99蚊。呢款手持嘅渦輪風扇而家都係賣緊99蚊。呢款有埋數字顯示嘅強力手提風扇而家都係賣緊68蚊。呢款啱晒用嚟掛頸用嘅摺疊風扇，可以掛頸用同埋手持兩用嘅，賣緊68蚊。呢款係超強勁嘅手提風扇啊！佢係一個渦輪式設計嘅，都係賣緊499蚊。呢款的的色色細細個嘅手提風扇仔，而家都係賣緊158蚊。另外呢款都可以摺疊式啱晒掛頸用嘅風扇，而家都係賣緊158蚊。呢款有埋數字顯示嘅手提風扇，而家都賣緊80蚊。呢款超強勁嘅手持風扇，共電 F30嘅風扇，而家都係賣緊118蚊。呢款啱晒攞出街掛頸用嘅風扇，而家都係賣緊99蚊。